你怎么没回去？是南天星让你跟我寸步不离的？没有。我让你去拉伊客栈，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？我是来告诉主人，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。 飞驼商队是当年老侯爷为我们创下的基业。当年我为保驼队大业，杀了小户城主指标的父亲，如今旧话重提，驼队上下人心惶惶。听說不知何方神圣花重金請來殺手，中原第一快刀手燕逍遥。 来取我的性命，此事非同寻常啊！玄机重重，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。去帮我准备下饭菜。好，请。这里的环境还不错嘛，但是为我准备的饭菜呢？饭菜已准备好，随时可以用上。在哪里？ 这里光线不太好，外面请。没事了，你们去吧。是。 等一下，请。 坐吧。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。从现在起，我不是你的主人。 你也不是我的仆人，不管南天星把你送到我这儿来是什么目的，从现在起，你是自由人。我是一个不适合娶妻成家的人，你在我的身边会随时遭到不测，你我性命难保，我无法保護你。不過現在你是自由人，想離開或留下。 你自己決定。我想，此事並不那麼簡單，搞不清彪哥受何人挑唆。咱飛陀商隊向來與西域各邦相安無事，道爺。
為什麼要花重金加害於您呢？事情蹊蹺，讓人百思不解。为什麼要殺刀爺？他的幕後指使非朝廷即紂奴。咱們刀爺德高望重，此處非人能比。我常常這樣想：朝廷覬覦我們駝隊的勢力，紂奴又早想稱霸，他們內部魚龍混雜，內訌不斷。謀殺刀爺可以暫時緩解內部的矛盾，一日對外。朝廷的用心那更是不說自明了。你們認為呢？柳哥言重，不要動不動就把紂奴扯上。江湖之事莫測，燕逍遙身份不明，朝廷要害刀爺，又何必派刺客？義父，你說呢？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你要去干什么？我有事要办。我也跟你一起去。那不关你的事。你救了我。那件事情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如果你真的闲得没事干，可以去找侯爷和那些姐妹。白玉虎，你单枪匹马约我来这里有什么事？多少钱？你要多少钱才能够放弃刺杀刀爺的行動？你要是我非杀不可的。燕逍遙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你別忘了，上次在酒店是我對你手下留情，這一點你比誰都清楚。那只是你的一廂情願。再說，上次我只想了解你的實力。獵犬要是鬥不過餓狼，那只是只賴狗而已。閣下連這樣的道理都不明白，那豈不成了鼠目寸光了？侯爺，接招！侯爺，翡翠姐姐，你不在那邊陪着燕大俠，跑回來幹什麼？
侯爺，瑪瑙回來是想問您，燕逍遙他為什麼總是躲着我？燕逍遙不理你的原因，可能是懷疑本爵的動機。事到如今，看來也必須告訴你一些秘密了。本爵這次來西域是有幾件機密的事情要辦，其中之一就是奉了先皇的遗旨調查紂奴的事情。這第二件呢，就是調查刀爺準備要在西域自立為王的事情。侯爺，你難道是擔心燕逍遙？不錯，燕逍遙是一個大刺客，也是個大俠，我對他非常欣賞和器重。不过，我对他這次來西域的真實目的還不太清楚。據本爵的消息，他好像和謝慈寇暗中有一種不清楚的關係。侯爺，你是想讓瑪瑙當奸細？你想錯了，不是奸細。我把你送給他，其實是想給他一個機會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他能協助於我，是不是就有立功受賞的機會啊？如果能夠讓我知道他來的真實目的的話，是不是避免了許多彼此的誤會，以免以後誤傷他？其實我認為燕大俠的武功，常年在江湖上做一個刺客，實在是太可惜了。如果他要被壞人利用的話，那又太可怕了。好妹妹，侯爺難道會害你嗎？啊，瑪瑙，你放心，我不會讓你做任何傷害他的事情。謝侯爺。燕大俠現在在哪裡？他在幹什麼？你現在就好比一隻煮熟的鴨子，此話怎講？你渾身皮鬆肉爛，只有那張嘴硬還跟鐵一樣。燕逍遙，燕大侠，且慢动手！是如何驚動侯爺的？是瑪瑙放心不下告訴我的。有什麼好放心不下的？他知道白玉虎不是你的對手，但你一個人也不可能殺光整個飛陀商隊呀。他也不想失去你這個救命恩人。多謝侯爺。人在江湖，良莠難辨，應該多加小心吶。侯爺真是深謀遠慮啊。燕大俠，南某對大俠佩服有加。如果大俠屈尊與我聯手的話，必將成就一番偉業。不知侯爺的偉業是什麼？報效朝廷，除惡扶正，為漢家進入西域奠定堅實的基業。能得到侯爺的賞識，燕某感激不盡。但我是一個江湖刺客，本就為朝廷的法律所不容，又怎麼可能為朝廷做事呢？燕大俠，當年跟隨定遠侯出入西域的，
是36個服刑入獄的囚犯，可是他們將功折罪，不是一樣為朝廷立下功勳了嗎？只怕物是人非，再也不可同日而語。更何況你每狱后，也未必成为定远后。你为什么不答应侯爷？我凭什么要答应你的侯爷？才一眨眼的时间，就把他招来。我怕你吃亏。吃什么亏？如果你真的杀了白玉虎，飞驼商队那么多人，他们一定会来找你报仇。到时候，我看你如何收场。是谁告诉你我要来杀白玉虎的？怎么样？酒呢？哎，来了。放心，我喝不醉。小姐，我们知道你海量，可是什么？你们什么时候见我喝醉过？当然见过。上次你和柳三爷闹别扭那次，就喝醉了。你这个丫头，不就那么一次吗？哎，小姐，听说柳三爷也到了葡萄城。我已经见过他们了，他们正在查问纣奴的事情。葡萄城我不太熟悉，他们让我在这里等着。可是就这么干坐着，你說有多難受啊？你說纣奴老是這麼纏着咱們，這到底是為什麼呀？鳳姐，你怎麼又這麼亂喝起來了？怎麼了，我的好妹子？我剛從飛陀客棧回來，白二哥帶來的兄弟們都在那裡，可是至今不見白二哥。哼，走，我給你找他們去。哎，上哪兒去找？該找的地方我都找過了。飛虎旗的兄弟們說，白二哥跟2個半路上遇到的一男一女喝酒去了。後來聽說他在酒樓裡跟人打架了。我們找到那家酒樓，掌櫃的說白二哥確實去過那裡，還跟那個男的動了手，打得很兇，不過雙方都沒有受傷。據說那個男的就是燕逍遙。燕逍遙？白二哥離開了酒樓，就失去了蹤影。你說擠人不擠人？二哥在葡萄城有沒有什麼人呢？你指的是什麼人啊？當然是女人。大家一年見不上幾回面，我怎麼知道？深更半夜的，怎麼辦？
闺娘，二哥的武功那么好，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到现在还没有白二哥的消息，支大哥丢成了那个样子。如果再找不到白二哥的话，那咱们飞驼商队，从现在起，只要让我遇到燕逍遥和仲奴，我就见一个杀一个。闺娘，闺娘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你要到哪儿去？我再出去转转。小梅，你在这儿陪凤娘，等我回来。芙蓉，你陪她去吧。去吧，路上小心点儿。有芙蓉陪我，你放心了吧？走去吧。把酒壶给我。我不。你都走了一天的路了，也该歇着了。不喝酒，我哪睡得着？好好的这么一个商队，突然间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池大哥他着了什么魔？他跟义父之间到底怎么回事？现在大家最需要义父这根主心骨了，可是他却跑到哪儿去了呢？如果你能回答我这些疑问，我就不喝。我只懂得伺候小姐，哪里懂得这些大事？听话，我不会醉的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啊！小姐，小姐。前面有一家小店，你随便吃点东西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听见没有？
你倒好兴致啊！借天边残月，对阳抒怀。牲畜尚能听曲儿，人却充耳不聞。你怎么会在这裡？你从奇里西回客栈，这里是必经之路。你知道我去过奇里西了？我知道，白玉虎约你去的，对不对？你刚刚要杀白玉虎，南天星就带玛瑙赶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还知道什么？我还知道，白玉虎恐怕见不到明天早上的日出了。为什么？答案应该你告诉我才对。我花钱请你来，不是请一个书生。要想知道原因，今天夜里你一定要找到白玉虎。玛瑙说南天星不是众奴请来的，他是来調查眾奴和刀爺自立為王的事情。你覺得這話可靠嗎？他沒說謊。也許瑪瑙可靠，可是他得到的消息未必可靠。瑪瑙不會欺騙你，可是不能保證別人不會欺騙他。你以為南天星送給你的真是一件美妙的禮物嗎？瑪瑙就像一隻玉杯，別人可以在杯裡給你下毒，不過你也可以在杯裡給別人下毒嗎？我不想利用他。好吧，年輕人，但願明天早上還能勾上鞋子。還有一件事情我想問你，我來行刺刀爺這麼機密的事情，為什麼葡萄城內盡人皆知？飛陀商隊又如何得到這個消息？你要是連這個都想不通，那你就不配來刺殺刀爺。哎呦，龙哥，又犯酒癮了。掌櫃呢？又去賭場了？他除了賭場還能去哪兒啊？這邊請。客官要住店嗎？白玉虎住那個房間。你找白二爺，他不住這裡。你知道他住哪裡？這個我就不知道了。他帶來的那些人呢？那些人也不住在這裡。你真的不知道？壯士有所不知。咱店家有這麼個規矩，因為商隊販運的都是些貴重貨物，為了防盜打劫，所以商隊的啟程日期、路線和運送的貨物，我們是不能打聽的。我們這是客棧，只負責為自己的商隊提供住宿、飲食和牲口草料，至於其他的，一概不聞不問。
姓叶的住在拉伊客栈，但他天一黑就出去了，胡爷还没有消息。告诉九爷，一会儿到凤娘那儿聚集。是。店家，哎，来了。帮我把这些东西都包上，快点。好的。哎，如果有人找我的话，就说我回客栈了。好的。燕大侠，玛瑙姑娘等了你很久，她回客栈去了。知道。娘子，我们还是赶快走吧。听说燕逍遥在药王庙里突然要杀你。是啊，我反复的试探，他就是不露声色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你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白玉虎想杀燕逍遥，在酒店就可以下手。当时一场恶战，白玉虎已经落了下风。可是，燕逍遥却突然停手了。等到了药王庙，你答应跟他合作，他却突然要杀你。是啊。哼！哎呦！万金公子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哼，其實燕逍遙早就發現，在藥王廟裡的那個白玉虎，
不過是只病貓。哎呀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谢司寇进了葡萄城，你知道吗？说是来追燕逍遥的。此话当真？我也是在大街上听说的。大街上还有人说，万金公子是谢司寇暗插的内奸。啊！哎呀，冤枉啊！你別着急，冤不冤枉呢？我知道。万金公子，你去死吧！你不跟我了？他走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习慣的话，你赶快走。怎么回事？都在这明摆着，还要问怎么回事？他到底是谁？上得了我的床，他还能是谁？我不信。信不信由你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，你就不会来找我了。你三番五次的想让我走，只不过是不想让我卷进来而已。我跟你说过，不要再提了。八一虎他自知不如你，他来找你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。你没有杀他的理由，所以肯定是有人在陷害你。你现在终于知道江湖凶险，人心难測了。如果你真的想幫我，要不馬上離開我回中原，要不就回你侯爺那兒去。侯爺把我送給了你，我就已經沒有什麼牽掛了。我只想一心一意跟着你。我不想讓你跟着我，這裡已經充滿了血腥。你留在這裡只會成為我的包袱。我真不明白，你這個人怎麼會這麼鐵石心腸？好，如果你真的想待在我的身邊，如果你真的想活命的話，從現在起，你最好變成聾子、瞎子、鴨子。我已經是個聾子了，我聽不見你說的那些氣人的話，我更是一個瞎子，我看不見你床上的那個女人。我可以不多說話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於人於事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江湖的事我自有分寸。說得好。